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很开心，我们可以在主日一起敬拜赞美主，一起来领受主的话语，一起来领受主给的恩典。敬拜和祷告是基督徒跟神最重要的连接。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高举双手来敬拜我们的主，来颂扬主，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爱。所有的属灵操练中，祷告是最重要的。借着祷告，使我们与神连接，生命中不知不觉的更新变化，渐渐活出神儿女的形象。接下来，我们为了几件事情来祷告：为着你自己和上帝的关系来祷告，感谢、赞美、认罪、悔改；为着教会病痛凶劫得医治来祷告；为着教会事工和国度福音来祷告；为着今日主日礼拜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心开口来祷告。谢谢主，谢谢你做母子，使我们不致缺乏，是配得所有的赞颂。我们活着就是来赞美你，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和过犯，主啊，求你饶恕我们的骄傲，自以为意的态度，求主来赦免。无论是在长期静养康复中，求你经过渐进的治疗，求主你医治到完全。求主你来带领我们的每一个事工，都能合乎神你的旨意。求主赐下一颗谦卑柔软的心，在我们心中，虚心领受你的话语，一生都行在你的旨意上。主啊，谢谢你为了救赎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愿意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单单的渴慕敬拜你，单单的来仰望你。也求你看顾在病魔中受苦难的弟兄姐妹，求你拯救他们，求你的医治大能降临在他们身上，不受病痛折磨，乃是要领受主你的救恩。也求圣灵经历我们内心的热情和渴望，更多与教会连接，发挥各样的恩赐，委身于神给教会的使命和意向。我们也愿意做你福音的大使，把福音传给人，使人得着福音的好处。主啊，求你将属天的祷告能力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在祷告中带出你的大能和恩膏，使人得着救恩、医治与释放。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我们请会众一起站立，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的十字架，感谢你付上代价，担当我罪和羞愧，使我完全赐下奇妙恩典。感谢你无比爱，感
感谢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因你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十字架上的牺牲，是你为了成全我们无比的大爱。我们愿降服，高举你的名。哈利路亚！你是习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一起大声的来敬拜我们的主，将一切荣耀归于他，因为这里有
我们同在的时候，这里就有充满你的荣耀。我们要一起在荣耀中领受从神来恩典跟赐福。主啊，我们用热情敬拜，我们要看见神在我们当中展现奇妙大能的功。主啊，愿今天的敬拜荣耀都归给你。每一位在这里一起敬拜、一起祷告、一起赞美的弟兄姐妹，都同得祝福。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站着，我们一起要来祈念尼西亚信经，来明白这个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一起来，我们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可见不可见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在一切的世代以前，从天父而生，从上帝出的上帝，从光出的光，从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不是受造的，与父同质同体，万物由他来创造。他为了我们人和为了我们的拯救，从天降临，由圣灵借童贞女玛利亚出生为人，在本丢彼拉多任内，为了我们钉十字架，受难埋葬，按圣经的记载，第3日复活，升天，现坐在父的右边。他要在荣耀中再临来审判活人与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们信赏赐生命的主圣灵，从父与子出，与父一同受敬拜，同享荣耀。他曾托先知讲话。我们信一个圣、公同、使徒的教会。我们告白一个能够赦罪的洗礼。我们期望使人复活来世的生命。阿们。请坐。弟兄姐妹，我们在预备下一个行程的时候，牧师先做一个报告。我们请青年可以先来做摆设。我们今天呢，这个是主日学的夏令营的期末一个结业他们要用诗歌来呈现。今天第2堂有老师来呈现。第二个我们再等一下做礼拜讲道完我们有这一个月的一个医治祷告时间，所以呢，我们邀请在4楼、在5楼，我们的弟兄姐妹再等一下，我们在祷告时间，我们如果本身有需要在服侍的、医治服侍的，请不要客气，我们在唱诗歌当中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大家做按手的祷告、祝福的祷告，也请我们的代祷同工、我们的小会员，还有我们的小组长一起来做服事。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今天的圣经节记载在2处，提摩太前书4章7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要为着敬虔的生活锻炼自己，身体的锻炼固然有些益处，灵性的锻炼在各方面对你都有益处，因为后者带来今生和来生的盼望。第2处圣经节记载在雅各书1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但是你们不要欺骗自己，以为只要听到就够了。相反的，你们必须行道。圣经读到这边，献诗我们请夏令营同工，他们所要献的诗歌是《尽情的微笑》。献诗后，请夏牧师正道，他所要传讲的题目是“行道实践与敬虔操练”。
分清楚想要还是需要，看见价格也看见价值。世界好大，富有或贫穷都在同一片天空之下。花钱的手也会祷告，靠着耶稣我心的满足。我就是这样的管家，就是这样天才的管家，知道该怎又该怎么花，用天乐与分享，走在他的步伐。我就是这样的管家，就是这样天才的管家，知道该怎又该怎么花，用天乐与分享，走在他的步伐。钱包不大，永远不够用，所以必须好好的计划。分清楚想要还是需要，看见价格也看见价值。世界好大，富有或贫穷都在同一片天空之下。花钱的手也会祷告，靠着耶稣我心的满足。我就是这样的管家，就是这样天才的管家，知道该怎又该怎么花，用天乐与分享，走在他的步伐。我就是这样的管家，就是这样天才的管家，知道该怎又该怎么花，用天乐与分享，走在他的步伐。心里面满满的感动哈。那很谢谢，在我们营队还没开始前，神就已经在我们当中，因为他差派了调度万有，把各个需要。今年的天才好管家需要非常非常多的人力，好多的组，然后呢各自做各自的工作。可是神调度万有，把一切需要全部都补足，然后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4天半的营队里面，能够有彼此互相，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所以彼此互相扶持跟帮补，然后互相的协助，互相的调度哈。然后呢，其实很谢谢，就是我们有以赛亚牧区跟年长的帮我们煮需要的爱餐哈，我们给他拍拍手一下哈。然后对，虽然因为他们现在在3楼那里忙，就是那些爱餐的长辈哈。然后呢，我们有那个主日学的老师哈，主日学的老师们，然后还有我们今年也跨了很多牧区的弟兄姐妹们来帮忙哈，跨非常大的牧区哈。然后还有我们年轻的提摩太牧区的同工哈，然后有这些几乎都是我们主日学的孩子长大，然后变成提摩太，然后今年很多都是一起来服侍，感谢神哈，也让他们有一颗愿意跟我们一起合作的心，真的是很感动哈。而且一叫行，然后再叫行，做这个做那个行，对，所以非常的，然后那非常的感动，在这过程当中，那也非常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代祷，让我们整个营队，然后我们总共有40个学员。有1/3是我们主日学的学生，可是有2/3是外面来的学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之间都有蛮好的，偶尔一些小小的一些打闹，然后可是都有非常好的沟通。然后所以谢谢大家为我们的代祷，那也很谢谢我们教会的牧师们为支持我们、扶持我们。那特别在昨天下午的祝祷的时候，家长们其实看到牧师们跟长老在为孩子们一个一个按手祷告的时候，其实有家长来我旁边说他很感动，他说你们是这么用心的一个一个在为孩子们祷告，在为孩子们祝福哈，所以我相信，然后这福音的种子已经一点一滴的扎在这些可能未信主的家长的里面了，还有包括孩子们，然后愿这样的一个营队。能够在这些孩子们的心里面，能够赢得他们的灵魂，然后种子种下去，让他们慢慢一点一点的成长茁壮。也再次的谢谢大家，跟谢谢牧师。好，谢谢。我们谢谢。第2堂是由我们的老师还有同工
来献诗了哈。那第一堂呢，所有小朋友都上来，哇，好热闹哈！啊，第一堂没有看到刚刚那个影片。今天我们穿了这个酒红色的这个 T 恤的，就是我们的所有老师，我们再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好，谢谢他们哈。我们看起来哈，感觉这个40个学员的夏令营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我们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哈，真的是很精致的哈。记得牧师在年轻的时候当神学生，有时候到比较郊外乡下的教会，这个同工没几个，4、5个，可能一个人要打理全部哈。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团队起来，真的很感动哈。无论是大小，还有长辈，包括爱心午餐哈，还有行政的协助，还有整个接待，真的是一个塑造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属灵的文化，真的是要感恩。我们也继续为我们的主日学来代祷，因为这个儿童的属灵的教育、信仰的教育是一瞬即逝的，因为几年他们就长大了，如果没有先建立，以后要再邀就很困难。我们也为第一堂的时候有好多小朋友的家长来，就本身他不是我们教会的，有可能是别的教会的会友，但是大部分是社区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因为这个开始的好的连结，让他们能够继续来哈。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先来做祷告。谢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从7月开始，一起要同心的推动中会所发起的敬虔操练8步，这个是一个提升每一个弟兄姐妹属灵品质，以及一个美好的信仰习惯的一个美好的机会。特别是大家团队一起同工，一起服侍，一起激励，我们确信神要在我们当中做动工，也让我们在迎接50禧年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被装备，都被提升，也一起参与到整个教会的侍奉以及传福音的活动上面。愿神亲自来引导，也借由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把我们这一个月我们所推动的这个敬虔操练做一个这个结论一个结尾。那我们要一起在彼此激励说，这个敬虔操练对我们属灵的益处以及教会建造的帮助哈。那我们这个经文刚刚都练习过，我们就直接跳过来哈。那中会在81间教会当中邀了14间，准备要在明年正式推动这个敬虔操练8步。那这8步呢，我们看是很简单哈，但是要持之有恒才是重要。难度不高，但是要有恒才重要。那这操练8步呢，我们其中中间特别是对弟兄姐妹的我们已经在很多资讯上面得到了。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做一个激励，就是大家开始行动。这个行动怎么样成为我们一个生命的习惯，以及我们属灵生活的一个操练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分享的。我们都知道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知识就是力量”那这个是英国的哲学家法兰西斯·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那个是针对100-200年前，他们那个时代，很多人都是不识字或是文盲，所以知识成为一个看见这个世界、推广视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所以这句话在当时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也就是说，同样一个人生下来有知识跟没有知识，它的差距多大？但是我们演进到现今的21世纪，是这个 AI 的时代，一个所有网络无远弗届的时代。我们要把这句话再做一个更深的提升了，因为从经验上告诉我们，现在呢，这个知识并不马上等于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发现，现代的知识不是在
归属于少数的那些精英分子。知识是你随手可得的，所以有人在网络上学会怎么样造那个什么炸药、造枪、造反正一些你根本学不到的东西，在网络上都学得到。所以知识等于力量，还在现今这个时代还要进一步加以这个诠释了哈。我们就想到说啊，在160年前，我们长老教会不是160年的历史吗？当初最早期来到台湾的宣教师，除了马雅各，他是医疗的宣教师；另外一个是李修牧师，他是这个有牧师身份的；另外一位就是出名的这个台南神学院的这个创办者巴克里牧师。他那时候他从国外过来，马上能够看清楚当时台南大大小小这些市民他们的缺乏。其中一个是医疗，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没有西方的医疗，所以借由马雅各医师，很多人这样来接受主。另外，巴克里牧师知道说，当时认识字，特别是汉字，就是中文的少之又少，要么不是家里有钱，要么就是这个家族曾经是秀才，或是开私塾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学习的，要学汉文的，是一个少之又少的一个存在。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真的是知识是少数人的特权所以巴克里牧师知道说，哇，那么大的平民大众，要怎么样马上学到这些知识呢？他们知道要学中文是困难的事情，而且不是马上就可以达成，所以他就引进了所谓的白话字，就是罗马字，用英文26个字母拼音就可以练出台语，而且是很道地的台语，因为台语有8音，这个音符的起伏就可以马上练出你所要讲的话所以圣经、圣诗就在那个时候慢慢印出来，后来也在10多年后印出了第一份教会公报。那这些资讯，就是在对当时的100多年前的人来讲，那个知识真的就是力量，因为他懂得，他了解知识，甚至当时发生了甲午战争，台湾第一个报道消息的就是教会公报。后来第1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都是透过教会公报告知很多人，因为那个时候资讯很缺乏，所以知识就是力量，在当时确实是这样子。不过我们看见，今天很多人可以借由遍地都可以找到的知识，当然一定要是正确的啦哈。所以问题的点在于下半句，有时候知识有了，但是没有行动，也就没有力量。你要实践出来。所以有几个数据让我们感到这样行动的重要。台湾的金融研究学院2022年的调查，他说70%年轻人有理财的知识，但是超过一半没有办法转化做实务的行动。意思大家明明知道储蓄啦，审慎的投资啦，无谓的花费要少要节省这些都懂，但是实际在生活行为上做不到。所以他说一半没有办法实际，70%有知道，但是一半没有办法做到。国健署调查，他说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运动有益健康，但是他说统计实际人口不到1/3，甚至青少年他们觉得他们自己身强体壮的，所以不用运动，所以20%以下。换句话说，运动大家都觉得很重要，但是真的在运动的不多。美国 CDC 的疾病管制中心有调查说，80%的人都知道要少糖少油多运动，但是能够持续1年都实践的，真的做到了不到20%。那个落差，80知道，20做到。换句话说，这个知道并不能成为你实际应用，
你要用行动把它实践出来。所以呢，另外一个研究就是史丹佛大学的教授这2位教授他们写了一本研究的书，就是知识跟行动的鸿沟。他们提到一个结论说，企业跟个人常常知道应该怎么做，个人跟企业都知道怎么做，但是通常就没有做到，没有实践，没有落实，没有执行力，所以这个落差成为组织无法进步、个人成长停滞的最大障碍。那这些变成一个大家都很理解的结论。那问题是说，那个动的动力从哪里来？大家知道做不来怎么办？那就是我们在做敬虔操练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寻求说，神啊，我明明这个很好，敬虔操练很好，属灵的成长很好，但是神给我一个属灵的能力去把它实践出来。所以借由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衍生出来，美国的教育家杜威他就这样子讲说，知识若不能转化为行动，就等于没有知识。我们台湾曾经有一个大家在称呼说有知识没有行动，就是头脑大四肢很弱，头脑很大，但是没有行动。更接近的管理学者彼得·杜拉克他说，知识本身不是力量，转化有效的行动的知识才是。我们说知识不是一无是处啦，知识要配合你怎么样执行出来，把它行动出来，这样的知识才是有用的知识所以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完全错，但是呢，我们把它简化误用，因为单单知道无法改变生命。真正的力量是不是知道什么，而是实践了什么。这个也可以看到说很多人他是死读书，死读书这句话就发现了一个死读书的意思，就是他读了没有消化，死读书就是他没有行动，把他吸收的知识实践在他的生活当中。所以呢，我们才回顾刚刚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他说雅各书1章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因为这样可能自欺人了，欺骗自己。雅各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听到的人若不去行道，就是在欺骗自己。我们说传统以前长老教会的信徒在说台语那个时代，他们以前说不是要去做礼拜要去敬拜，他们说要去听道理听道理。那听道理这一句话，其实某一种程度是有一种程度的区分呢。他可能下面那句话说，你有听道理，但是你也没有做出来。以前在乡间就比较不是都市化的时代，弟兄姐妹大家彼此都认识了，整个村庄大家都彼此认识，所以你的行为做人大家很容易观察出来所以你去听道理，但是看你所说所做所行没有实践出来，就会被人家看不起，会看轻。所以雅各书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听道很重要，但是行道更确实更重要。好，那所以我们常常以为我已经知道了，就感觉已经做到了，这是最大的灵命的错觉，也是魔鬼的陷阱。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麻醉自己，自己安慰自己，说哇，这个知道了牧师今天讲得到我都记得了，很清楚周报里面我都字填得很详细圣经你读了哪一个故事，我也知道，我都懂，但是变成说一个知识的游戏，一个脑筋的游戏，但是你没有把它实践出来，神的话没有成为你自己的行动，没有成为你生命的养分，那就是我们自己常常要彼此提醒的。其实我们很容易从这边可以做一个对照，我加入健身俱乐部什么健身工厂那些很高级的一些设备，我是会员，但是你根本不运动。有的人呢
更高级啊，参加什么高尔夫球俱乐部，哇，那个会员证都是很贵。但是啊，你忙到最后都没有去啊，很少去打这种打球。你买了维他命，但是很少吃。有订购有机蔬菜，但是根本不处理、不下锅，或者说不是很健康的处理。啊，原来是有机蔬菜，变成最后啊变成多油了啊多咸了这样子。那有人买书，但是却是没有真正去阅读。那就是在我们对照说，事实上生活上就是如此，那属灵的操练更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推动这半年是属于一个叫做试验期啊，就是等于我们来试办。那我们期待弟兄姐妹，我们成为14间教会当中之一啊，我们一起来尝试，一起来行动。我们配合中会推广敬虔操练8步。那这8步我们大概已经耳熟能详，或者说你在实践了，你就知道，不用看你也了解。那其实这8项啊，如果我们把它分类，就是2项而已啊。一项是跟神的关系，你怎样在灵命上成长；第二个是你家庭的关系，你夫妻、你家人、你儿女、长辈怎么样建造一个蒙神恩典祝福的家庭。这8步等于是2大步。每日灵修、勤守主日、家庭礼拜、家庭聚餐、尊荣父母、11或是约定奉献、白纸布道跟家庭度假，这些真的是门槛不高，我们只要有心，其实一下子就做到5、6项了。那有其中1、2项要持之以恒的，那可能每天都要做的，那可能就是比较难度。但是你主要是用心去做，就可以达成。我们要理解说这8步，我们有几个提醒。第一个，敬虔8步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不是一个知识清单把它列出来就完成了，而是一个操练的蓝图。就好像我们很多运动员，他要做一个按部就班今天的训练的菜单是什么？我们现在知道，发现全世界慢慢所有的运动都走入职业化。以前我们就看到说篮球、棒球或是高尔夫球这些比较大型的运动会变成职业化，现在不是现在变成说什么桌球啦、羽毛球啦，反正会吸引观众都已经职业化，所以他们每一次要参加比赛都要有一个训练的清单，因为按部就班，教练按照他的节奏，所以呢。它不是真理的累积，而是生命的翻转；不是讲义跟标题，而是成为我们生活的习惯。那要成为习惯是最困难的，因为它如果，比方说1天捕鱼3天晒网，那就没用了。所以呢，我们要成为习惯，就是从最简单的慢慢去执行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说只停滞在我知道、我明白、我学会了，但却没有去操练、突破、调整、修改，那这个敬虔操练的8步，我们可能说那个是一个属灵的资讯这个很好，但是我做不到，我没有做，我不想做，那这个就不是属灵敬虔的生命灵命的资讯是好事，但是要执行出来才是一个敬虔的生命。我们常常碰到说一个新的习惯要养成，有3个借口，特别是属灵的习惯。我们不操练，常常有3个借口。第一个借口是什么？没有时间。但其实真相是，没有时间还可以区分成各种学习啦。第一个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你的时间没有等于价值的排序。时间你我都有24小时，为什么有些人他们成就了非常，我们不要说伟大，就让人家感觉非常敬佩的事情。同样一个人。同样在学校的学生，大家的资质都差不多。为什么这个人他成就了一生非常棒的事业？有些人就是浮浮沉沉，永远在那边随波逐流。问题不在于他的头脑聪明，而是他的执行。他要把时间变成价值，那个看到他有，而且愿意把它执行出来。马太福音6章21节，上个礼拜我们提说。
这句经文原先的意思是责备的意思啦。啊，你把钱财放在那边，心在那边，根本不住在永恒的事。但这句话可以反方那边来讲，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换句话说，你的时间在哪里，你的重心也在那里。你觉得读书很重要，你时间放在那边，你就会知识成长，你的考试就会有好的成绩，而且化作你行动的动力。如果你觉得玩乐偷懒，或是跟朋友吃喝玩乐，你觉得你的时间在那边，你换来的就是可能钱也没了，朋友也没了。所以财宝在哪里？我们把它化作一个正面的想法，就是我的心在属灵的工作上，我的心在追求灵命的成长上面，我的心在家里面，那我的时间，我的重心就在那里。所以我们都很理解，特别在管理学方面，实在提醒很多知识我们都知道，只是说我们有没有把它执行出来。时间不够，不是行程太满，而是你的优先次序错了，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价值的问题。很多年轻的父母刚刚在照顾小孩的时候，又疲又累，又很想睡，因为小朋友不知道什么醒来，什么时候饿肚子，什么时候要换尿布，但是你愿意花时间在上面，因为你觉得照顾小孩是天职，照顾小孩是神给你的宝贝的礼物，照顾小孩是你觉得有价值的事。没有人会讲说那个事情无聊不想做，因为你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们刚刚提到南部的宣教师，那北部第一个来到北台湾宣教，在淡水宣教的马偕牧师，他那时候来的时候还很年轻了，20-30岁，他统计一天要走30公里。那个时候没有车，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就是用走路的。他还拍了很多照片，他脚上是穿着草鞋，就学台湾。因为为什么要穿草鞋呢？台湾多雨多湿，所以呢你要小心滑倒。草鞋是当时最好的止滑的鞋子，比现在任何鞋子都好。所以他就穿草鞋，跟着走。没有现在有什么气垫鞋啦，保护得很好。但他一天走30公里，平均30公里什么概念呢？我们从台南到高雄，你开车走高速公路大概55公里到高雄。那所以如果到30公里，大约是在台南到桥头那边，楠梓那边，一天走那么多。所以很多人就问他说你来传福音当然很好，但是也不必那么累脚上都起泡了，而且下大雨也不停了，淋雨是很习惯的事。所以有人问他呢，为什么那么拼？他怎么回答？他说：我不觉得我失去了什么，因为我的时间不是花掉，是投注在永恒里。为什么很多人会找到那个叫做精心时刻？会有人会讲说这个是一个一刹那即永恒。为什么呢？你一天24小时，一大堆时间是无聊的，但是你又觉得那个时刻是最重要。马偕的意思是说，我花了30公里在走路不是无聊的事，不是浪费体力，因为我在投资永恒。只要去关怀到一个病痛的人，他得医治了，或是看到一个人愿意接受主得救了，那个是灵魂的得救，他30公里不算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心里面都有那30公里，那30公里是你的生命的价值，那你愿不愿意为他付上，为他投资？第二个一个错觉就是我怕做不好。我们要提醒说，在神的眼光，是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如果你要等到完美，那永远等不到。我们也常常听到在台湾这个社会有一些家人信主就很热心传给他的亲友。同时你会听到有人会讲这一句话说：哎呀，我一无是处有坏习惯啦我还没有资格啦，等到要快死的时候再信，那个时候就不会犯错了。
那个错误的观念是在于说，他认为他要修为到完美才接受主，那是错误的。就是因为我们有缺乏，我们做不好，我们不是完美的，才需要神啊。所以你愿意走到教堂里面，我们要有一个观念是，你不是认为你已经完美了才有资格来进教堂，你是因为神啊，我不足，求你帮助我，是坦诚在神面前觉得不足的人，是有罪的人，是不够又软弱的人，我们求神帮助我。所以怕我做不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神不是要你完美，而是要你开始。信仰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个旅程。比赛完了结束了，那旅程是一直在走的。所以弟兄姐妹常常不太愿意做属灵的操练。有些人不是没有时间，不是懒惰，而是因为他觉得他做不好。所以读经灵修，每天与主同行呢，我们都知道该做，但常说我怕做不好，我不够属灵，没有坚持。我一开始又中断，觉得很泄气，会不会让神失望？常常在好像一种神是很严厉的，我做不到，他会处罚我，叫我罚站，把我打不及格，不是这个意思。神愿意我们从最不足的开始，所以这个事实是什么呢？我们太习惯用表现、用外表的成绩来评断那个价值。这在神的价值观不是这样子。第二个，神看重你的是愿意的心，而不是你表现的完美。很多人把完美放在心里面，永远在那边挣扎，永远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觉得自己做不好。第三个，敬虔的操练就像孩子学走路，不是你做得好神才爱你，你做得好这个是好孩子，上帝才把他接纳你。不是这样子。从耶稣所讲的很多比喻，从耶稣讲的这个浪子的比喻，他在提醒我们，也是他爱我们，才让你跟他走上这条路。他爱你，让你愿意走进富强教会，一起成长，一起领受恩典。那第三个是信心不够，我信心太小了。基督徒常说我信心太小，所以不敢操练，这常常是另外一种属灵的借口。这一句话可以衍生到什么地方呢？弟兄姐妹，我们常有人邀你说来服侍啦，你会说这个我唱歌不好听啦。第二个有时候不能来啦。我学得很慢啦，我五线谱不会看啦。我上讲台吓得脚发抖啦。都用一种借口，理由好像很充分，但我们常说，有时候这个是属灵的借口，是因为你怕被挑战，你怕成长，你不愿意走开原来的脚步，踏上一个成长的道路。所以属灵借口是什么意思呢？是把信心当成成就的条件，不是操练的起点。没有信心就不用操作了。其实是你越操练，你就越有信心，不是吗？第二个，对神的能力有错误的认识，结果只是看自己的有限跟软弱，以为我自己不够所以在神面前觉得一无是处，觉得头抬不起来。第三个是将敬虔生活看作表现，不是关系。其实我们最容易体会的就是说，每一个父母亲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很棒。每一个孩子想在父母面前觉得我什么都不对，什么都不好。父母亲爱你是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你是父母亲眼中的宝贝。所以关系比你表现好更重要。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有些家长太注重外表的成绩，让孩子觉得说我老爸我老妈只是看我成绩好不好，根本不晓得我的心思，也有这种错误啦。那第三，最后一点就是说，实践需要纪律。我们推动这个敬虔8步要纪律，要有一个规矩，要来属灵的敬虔生命在有坚持、有纪律、有坚持。
所以任何敬虔的操练都是要一个纪律跟坚持。一个属灵的导师曾经说过，属灵的成熟90%是建立在每日的坚持。所以问题说，你不是想要成为多么厉害、多么伟大的人，是你开始就很伟大。所以我们在幸福小组有一句非常重要的标语不是你很厉害了才开始，而是你开始了就很厉害。等到厉害，谁厉害？你厉害，别人更厉害。我们都知道台湾一直还存在一个精英主义，对不对？我们台南哪一间高中是最棒的第一志愿的高中？大学哪一个大学是顶尖的大学？我们常会碰到说，原来本来我在我的国中我是顶尖的，我是前几名的，一到南一中，糟糕，前面的人厉害的人比我多太多了，那个天才一大堆，你怎么比？有时候我们发现说，一个人要到完美，会把自己压垮，但是没有看到自己的成长。所以不是比人家差，而是你有没有实际去运作。所以在敬虔的生命，我们在8个坚持8个敬虔，有的是每一天要做的，那个难度就比较高。1个礼拜做一次，也就比较轻松一点。那1个月一次呢？1年一次呢？你会觉得从最简单的、频率最不高的开始，那到最后每一天读圣经，也许我今天没有读，明天我把它补回来，或者说我本来需要读1章，我读半章可以吗？但是有开始，那你发现那个节奏出来了，那个乐趣出来了。有时候你不用人家说读1章，你可能读2章，因为你产生了兴趣了。我们可以讲说一个很重要的规律，运动，你不是一下子就要跑10公里。而是每天跑1公里。你要想跑马拉松，不要下个月要跑马拉松了，一下子就把它练那么多，练到最后脚受伤、抽筋了，那你就不想跑了。就像存钱一样，不是一直存10万，而是每月存1000。10万是很大的数字啊，但是1000就不是困难。许多基督徒都以为感动了才做，这另外一种感觉，就是感觉才去追求，有信仰就会起起伏伏。我们基督徒最怕的就是冲动。有时候很热心起来，什么事情都要服侍，那一个小小的挫折不要了啦，不服侍，到最后说连教会也不去了，那就是用感觉来起伏，就一直波动。有些基督徒虽然他行动不是非常的明显突破，但是他很稳定。比你说一直大发热心没多久就冷冰冰了。所以真正的敬虔是什么？是今天没有感觉，我仍然亲近神，把它当成你必要的事，而不是说有感觉才做。所以弟兄姐妹，纪律的操练就是用意志选择敬拜神，而不是用情绪等待感动。我们一起彼此祝福，我们决心进行这个属灵操练，我们将会看见这样的结果，转化你的婚姻，转化家庭关系。刚刚我们不是说这属灵8步、敬虔8步，其实就是等于耶稣所讲的，你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要爱人如己。其实这个是一体的两面，跟神的关系，跟家庭的关系。当你参与的这个敬虔的操练，你会发现说，有一天我们的下一代会记得说，我们父母亲给我们的信仰是活出来的，是在家庭里面实践出来的，而不是听到，光听知识很多，但是在生活上没有操练。所以，我们从开头所讲的知识就是力量，我们应该再做一点诠释，说知识还不是力量，被实践的知识才是力量。敬虔不是一种理念，而是活出来的敬虔才是见证。所以曾经有人在问说，敬虔这个很抽象的话，敬虔就是你实际在你的生活中，每一天的生活中。如果再讲一边生活的世俗，就是很多人的健康就是在你的
每一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上面。你的经济做得很好，就在你每天的生活消费习惯，不是吗？所以有一个有见证的人，他才是一个得到恩典的人，一个活出教会行道的人。所以教会不是要成一个听道的人，而是一个活出基督。我们一起立志要成为一个行道的人。富强教会在49年来，我们形成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在每个人的观点上都不一定完全一样，但请记得，我们教会在别人的眼光，你们说富强教会到底是什么？富强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在这里，富强教会不是在东区。东门路跟中华东路的交叉口，那是一个外在的，而是被人家认定是什么？文化决定了氛围，氛围就决定了方向。富强弟兄姐妹对于社区事工很重视，富强教会对年轻人很重视，富强教会对宣教很重视，富强教会对儿童的教育很重视。那就慢慢形成一个方向，有文化的氛围。富强教会很重视读圣经，所以每个弟兄姐妹在家里面都有一个读经的计划。富强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很爱背圣经，所以我们在每次背经的一个考验的时候，哇，很多人都达标。所以为了这样子，我们有一个制度，制度塑造行为，我们文化塑造人心。所以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教会。弟兄姐妹，文化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每天活出来的样子。愿景能够激励人，那文化才能留住人。所以我们说，教会文化，富强教会的文化是一种无声的力量，是一种引导行动、改变生命。我们其实在迎接50禧年，我们就希望把那个合神心意的文化建立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最近我们在楼下很漂亮的标语都贴出来了。我们如果注意看牧师今天用的投影片，我们就请我们的同工帮忙制作出来。我们这50禧年的标语、50禧年的 logo 都出来了。那其实这个只是一种外在的显示，但是真正50禧年富强50向神奔驰，是你要实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一起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从敬虔操练8步中稳定的实践，从敬虔的生活开始。我们看见这些小朋友这4天来学习说一个天才好管家。我们昨天还举行一个亲子父母的一个座谈会，我们就要跟他讲说，你的小孩来这边学4个，不是他就是一个理财专家的啦。他也不是一个将来就成一个大企业家，不是。你家长愿不愿意按照他们所学的，在你的生活中实践出来？我们教导小孩说，你的零用钱不管多少，你要又会分配。有的是实际生活花了就没有了，有些是可以投资的哦。你去学才艺，你去学一些非常有用的知识，你关心穷人，你去做社会公益，你会分配，但是你在实际生活上让小孩自己去运作，你就会发现，就像我们敬虔8步里面给小孩的练习就是5个钱罐，那家长一定要让他实际去运作，发现到说，我即使是把这些钱分成5份了，我还是够用，那就是成功的开始。愿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气馁，或是觉得有困难。我们在8项当中我们先把它及格5项不困难，那其中有1、2项可能要天天做的，我们就慢慢一步一步来。我们发现说到最后养成习惯了，你就不会觉得它是困难。愿神恩典跟我们同在，也让我们成为这个富强教会一个敬虔8步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要一起做祷告，然后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我们一起敬拜同工，我们的代祷团队，我们预备要做一个医治的祷告的时间。我们要欢迎
5楼跟4楼，我们弟兄姐妹，你愿意接受服事的，可以到前面来。我们现在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跟我们同在，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是要让我们在生活上敬虔的操练，把它实践出来。不是因为它特别好，我们要做，而是因为我们做了，它就会特别好。愿神让我们愿意顺服的心一起运作，一起操练，就会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显现那个美好的成果。就像运动会得到健康，均衡的饮食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身体。也愿我们在属灵操练上得神的恩典，让我们愿意去做，而且恒心的去做，形成我们富强教会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文化。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我开始要请同工一起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当我们开始唱的时候，我们要请大家到愿意受服事的到前面来，也请同工来帮忙。来到我的里面，有心灵软弱的，有病痛需要代祷的，有家人需要关心的，都可以到前面来，不要客气。我们求神赐下医治在我们当中，不要客气。5楼跟4楼，我们愿意到前面来。你的灵在哪里？不要客气，勇敢到前面来。哪里就有自由。无论是5楼或是4楼，我们勇敢到前面来。劳苦重担，求你灵来赐我自由。再唱一次，勇敢的到前面来。愿神的恩典医治临到我们。这里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不要客气，如果弟兄姐妹需要服事的，勇敢到前面来。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自由。我们音乐继续，我们前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工来做服事。我们在座位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求神赐下他的医治跟平安，求神赐下他的恩典展示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愿我们在主面前所呈现的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都被神所遮盖、所扶持、所医治。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请同工带我们再唱一次这首诗歌《是我自由》，轻轻的唱。感谢主，一起来。是自由的灵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忧烦，驱走我心中。我们要请大家从座位站起来，我们同心在主面前，我们听到祷告跟祈求。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自由。我们音乐继续，牧师要来做祝福的祷告。除了前面弟兄姐妹被服侍，
我们要邀请我们在座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你的财物得到祝福来祷告。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请你在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我们要为你的工作得祝福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家人亲友当中有病痛、有软弱，需要走出那个哀伤软弱的，我们要为他们做祷告。特别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你要求神恩典赐福到你的家，无论是夫妻的关系，无论是儿女亲子的关系，跟长辈的关系，都得着祝福。我们相信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祷告的项目，也愿求神将这样的恩典赐福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前面的姐妹，她们有需求，求神亲自应允她们所祷告的，赐下医治，赐下平安，赐下完全的健康在她们身上。我们也为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年轻人在财务上需要神的祝福，无论在经费的运用，无论在工作收入以及投资儿女的教育，神啊，求你为我们预备，让我们因为有很好的财务的管理，让我们成为一个从财富得自由，我们从神得到不欠缺的生活。我们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祷告，因为家庭是神给我们最美好属灵的堡垒。求主让我们在夫妻的关系，我们在家庭亲子的关系，跟长辈的关系当中，因为神的同在，圣灵的运行，让我们成为一个人人所祝福的家庭，一个见证神恩典的家庭，是一个和乐、喜乐、平安、幸福的家庭。神啊，我们也求你来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无论是亲人有遇到病痛的，或是有家庭失去亲人的哀伤，以及我们在事业工作的推展，愿神都亲自降下你的恩典跟祝福，让我们知道有神的眷顾，我们就有勇气努力向前，看见神在我们面前所摆下的祝福的标杆。愿神亲自垂听我们的祷告，愿我们祷告蒙神的恩典应许，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请坐，我们请回座，谢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等一下也一样，请那个服务传道做一个报告，奉献传道。我们一起来奉献。一起起立，齐唱奉献的诗歌。我的心深深
会众请坐。弟兄姐妹，在报告之前呢，我要先介绍我们有一位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永兴宗旨之家他们今天在楼下，你们刚刚有看到他们穿红色的衣服来做义卖今天他们的胡传道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请他们跟我们讲几句话他们来到这边需要我们为他们做什么祷告？来，我们请胡传道来。好，谢谢牧师，也这个很开心可以来到富强教会跟弟兄姐妹可以认识，可以见面。那么刚才第一堂结束以后，他们去购买的哇，非常的踊跃。然后在教育厅我也听到一位弟兄跟我说，他说我们富强教会跟一般的长老教会有一点点不太相同。我就问他说哪边他说你没有感觉吗？我们这里的教会特别特别的热情我真的有感受到还有一位姐妹她跑来问我说，胡传道，你上一堂的时候有讲说，这个耶稣有说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因为我们永兴宗徒之家这些弟兄都是监狱受刑出来的这些叫做更生人，他们过去都因为年轻不懂事，交错朋友，走错路，然后吸毒啦、酗酒啦等等之类那么如今把他们圈在神用爱所设立的这个宗徒之家，为的就是让他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成为新造的人。那么他们在这里不能光读圣经那家里人会不谅解，所以在这边也希望他们有一个收入，至少不要再跟家里要钱。所以我们会教他记忆会教他，我们有14位弟兄都已经考上了这个所谓的丙级证照，但是我们出去有好几位要去做面包房，要去做包子馒头店结果后来都没有办法，因为将心比心如果我们是老板正常人我都用不完了，我为什么还要冒着风险去用一个更生人那对他来讲风险蛮大的。所以基于这种考量，所以我从今年我心里面就有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就是说，那为什么我们学了这些技术，不把这些东西卖出去，把生意做好，然后他们就有钱被聘为员工就在带我回家工作坊，他就不用到外面去找工作啦。他在这里，第一个有生活的管理，第二个他又有收入，那么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一方面可以继续的操练他的生命，直到对，就像保罗说的，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完全无可指责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帮助他们把带我回家打造成一个社会企业。所谓企业，它一定要赚钱；所谓社会企业，就是要带有社会责任我们的社会责任就是把这些弱势、这些让他们将来有机会可以聘用成为正式的员工。也要呼吁拜托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来鼎力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弟兄姐妹，我以前碰到胡传道来教会做，我在问他说，你们怎么会想要去宗徒之家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工作？为什么你想要做水饺冷冻水饺或是做一些食品？他告诉我说，原来胡传道他说小时候他们的家他的爸爸妈妈很会做水饺，所以他从小时候就觉得这个口味要把它化作成为宗徒之家的他们的主流产品所以我们等一下礼拜结束，你可以到3楼去吃午餐，或者说你先到楼下给他高官就对了他们大概有包子、馒头，还有这个水饺，还有肉干这就是他们一起努力开发的那我是觉得说胡传道他们很用心在这个区块。我们都知道说社会有一些人是被排斥的，有些人是被拒绝的。刚刚胡传道也讲，我更生人，我学了一身技术，但是你主人不请我你头家不请我，那倒不如我们自己这些已经有技术的，我们在这个安全的范围里面有一个团体来经营然后把产品卖出去。所以这个冷冻的食品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把它买下来，不用一下子就吃完了，放在家里面。特别我们年轻人有单身的你突然间呢没有吃的下几个水饺，
那就可以一餐了哈。所以请大家给他们支持。就他们这种冷冻食品，你就给他要 DM 哈，其实也不是说等他们来义卖你才买，其实你可以用一个宅配的方法，或是几个人团购哈，买一些你们平常在家里面比如像这个台风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没可以吃，那就可以非常有用。那我们实要说大家一起支持，然后他们真的是生命的勇士。这个社会如果更多的关怀这些犯错的人，有机会回归正途，我们就是在一起努力支持他们。好这一个报告我们把时间交给诗慧。谢谢牧师，我们一起来读本月金句2次，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福音5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福音5章24节。报告，请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服侍同工主理曾瑞平牧师，司理提摩太牧区，请翻开第4页。本会消息，本会主日学天才好管家夏令营今天结业，为期4天，也愿上帝赐福40位参加的小朋友，领受福音的种子，成为理财的好管家。也感谢全体教师同工的辛劳。第2点，本会于今日召开7月份定期小会，请小会员预备心参加。第3点，本会定于下主日为青年特别主日，由曾瑞平牧师正道，提摩太牧区主领各项服事，并报告青年事工推行情况，请兄姐踊跃参加，给青年最温暖的支持与鼓励，并为新世代青年事工有美好推展代祷。第4点，本会定于8月10号举行社教49周年圣礼典，有要受洗的人，请于今日完成报名程序。请翻开第5页第8点，第2小点，请今日永兴中途之家在本会举行产品义卖，请大家用行动支持他们的社会公益事工。第4点，婚礼消息，邀请大家参加郑红怡老师、刘淑敏老师的长女郑婕妤姐妹与赵英奇弟兄的归宁喜宴。牧区团契消息，关怀代祷事项，请我们自己看。第7页奉献征信，请大家核对。其他请牧师补充报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几位新朋友来，我们来欢迎他们，好不好？第一个是刘秀慧姐妹，秀慧姐妹在哪边？刘秀慧姐妹，欢迎你，欢迎你来在这边，欢迎刘秀慧姐妹。她是双年教会我们少旗的朋友一起来参加礼拜，欢迎你是我们那个蔡牧师的教会，双年教会再来有2位是潘怡轩、潘怡静，2位姐妹，好，在哪边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好，他们也是基督徒是喜信会的基督徒，谢谢你们欢迎你们来。还有一位是从北部来的曹云婷，有没有在这边？云婷，云婷，欢迎你！哎呀，云婷她的资料写得很有趣，她说路过这里知道我们富强教会，太好了欢迎你常常路过，好不好？欢迎你好，谢谢，欢迎请坐。他是台北士林来的可能绕南部来了欢迎他们第一堂我们有很多新朋友，但是没有一一介绍，抱歉好，那时间不大够，牧师做一个补充就好。我们
上个礼拜有介绍那个白纸布道法哈，白纸布道我们有把它印成一张这个逐字稿放在我们的办公室哈。那逐字稿的意思是说，他把这个图卡印了出来了，把它印出来了，就这张图卡，因为这张图卡你要去用给那些慕道友嘛，你就把它刮开了，就用途就少一半了。所以你先用这个已经刮开的影印的来做实际演练。我们建议说小组你们找一个时间，你们两个互相演练，我讲给你听，你讲给我听等到你讲熟了，不一定要看字，你只要按照这个图卡有14个刮刮乐，一个一个刮，一个一个讲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方法。所以问题在不是你讲的多好多纯熟啦，问题是你的诚意你愿意分享这个福音给你的好朋友。其实我们今天的周报我们注意看周报的文章里面也有第2种，也是很简单的白纸布道法，这个更方便。突然间有一个好朋友在你身边，你有没有这个卡？你怎么办？就一张白纸这个上面有2个格子一个是先画左右一个人一个上帝，然后中间一个大的一个深沟这样子你会背这一段经文把它抄上去，那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解释，跟这张图卡是类似的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好好运用我们可以一起学习这样子。那最后呢我们欢迎大家等一下可以到3楼一起吃午餐，然后也可以到1楼去来给这些永兴种植之家他们的幸福工厂所制造的产品给他们做一个高官给他们做支持，因为那个都是冷冻食品如果你刚买了，也许他们那个冰箱还寄在那边寄一下要回家再带走，要不然就教会有那个冰箱稍微寄放一下，要离开的时候再带走这样子愿神赐福给大家下个礼拜是我们的青年主日，有年轻人像今天一样，他们要带领我们的敬拜我们欢迎大家更多人来参加另外这个我们教会有一个作曲的征稿，就是台语的诗歌还有国语的诗歌下个礼拜我们的信仪老师会来做解说，欢迎有音乐恩赐的可以按照神给你的感动谱曲得奖又有奖金欢迎大家因为下个礼拜他来做介绍会更清楚更详细一点。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颂荣，请起立迎全首，我的神，我的王。吟诗后，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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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做默祷来闭会。今天的主日到这边，谢谢大家。